好，来回头继续来关心台湾的半导体产业，真正是护国的神山。台积电总收盘市值达到美金5520亿，超过中国上界大间的网络公司腾讯，将做亚洲市值上悬的企业。分析师讲，随着汽车、甲5G、甲高速运算的系统对晶片的需求愈来愈强烈，这个半导体产业的气势嘛愈来愈旺。也毋过讲，咱国内半导体人才真欠缺。找台湾的艺人斗相共，腾讯机械综艺节目伫中国真唱。不过腾讯毋是干那做影视起家，伊阁有网络游戏。不过中国官方媒体一篇报道，就使将这间公司毁掉。中国经济参考报一篇调查的报道，讲未成年的人沉迷网络游戏，更加对因的健康造成影响。讲这是精神鸦片，新闻一个出来辨认，讲是中国官方要抓这个网络的企业，致使腾讯的股价衰败，市值降到5506亿美金，伫昨落后台积电的5520亿美金超车，或者个台积电佫变成亚洲企业的市值之王，半导体前景要伫发展。而且这个部分是从整个晶圆代工，那么向外来辐射，那么包括了像是在 IC 设计、半导体封测，那么或者是在 IC 设计的部分，都是形成一个价格不断的一个上扬，那么甚至在这个出货量也是不断的一个成长。虽然讲半导体景气真好，不过依照人力银行的资料，半导体找人才伫第二季创下6年半来新高点，平均一个月要找27000人，这天的工程师欠15000人，超过第一线的作业人员，这显示人才安怎补都拢无够。整体的职缺跟还有这个投递的履历数相比的话，当然仍然是有很大的缺口。现在呢，甚至可以让台湾的人才留在新竹，直接远距上班，薪资呢跟工作待遇都很诱人。再尤其像是有些是提供绿卡，甚至是你出国工作的时候的房租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在家经济发展不联网 AI 发展了嘛真好，或者半导体业者找无人。要安怎让人才留会调，莫去影响到产业的进步？可见，毋那是产业的问题，已经变成国安的议题啊。